第二天早浪，汽油市场门口那个书房浪向多置一排三字：德清林三姨家常开篇。搿么搿个林三姨啥人呢？你是李凤春的外甥女。哪会得该到底来？因为辣浪苏州啊有一个传说，说四川码头浪向一位年纪轻的14岁生被了日本人打里新四军活埋脱走。那么凤春的阿姐李亚梅急得不得了，关上自家囡林三姨勾搭四川们来口口兄弟。三姨勾搭该到底一口没，终究为何娘女没好了该？那么定性，我再关注该到底汽油市场有8个处长厅卡，神称不息。看见三姑娘来么，那么问李凤春，说李先生，这个一位是你是我外甥女，跟我学识的，大概到底来呢来看看我。这样桩事体，蛮好玩。单过三姑当来得个男嘛，乃担当名节剧。实际上，既然三姑娘学识们，今在院里向都不是海里上台家常开篇，很难忘的。凤春一听么搿搭唔傻，因为该大地浪太湖边浪向，大河湖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践踏，所以为此寄托自家一种抗日的情绪啊，伊得为下次一只开篇叫太湖风光。那么关于三姨搿只开篇，来当我陪陪说，今朝夜里向上台随唱，辣浪准备。眼睛一眨，吃夜饭辰光的，我关注单个市场里向13档，有个丁飞爷叫丁一木，请你多吃夜饭。那么首先张达是三王两高头呢，跟这个丁飞爷吃夜饭去着。三王态度身体不合分歧，所以现在收合了房间里。那么三王呢，李老担心凤春，因为晓得先生在丁飞爷给他去吃饭，不会有小孩事体。丁还没喏，都可正好拨了凤春，让你心里向有松啊。那么阿爷我自家去。不，先生当我讲过，不许我随便下楼，所以现在没办法，到窗门口对着后台沟辣浪看啊。你辣浪看，凤春得辣浪过来着。昨天顾杰到单个寄一张明信片，那么李凤春到前面那个辰光，总归有个习惯，要在三房房间里看一看。现在一忙嘛，哟，这个就三房离开了窗户跟随，所以对里浪挥手呀。三房啊，看见着，对里在说应酬，你还是过来呢？先生不了海，你定心看着。有什么？心领认为家里大姐们要进顾家精品房市场，不能上楼到三房房间里。三房，凤春，我来着，你快点走呢。有什么？凤春，那三姨哪会带给他试开来个讲？三姨不是样的，因为收起了让手势，是给他试开呀。有一个年纪轻的14岁生，被了日本人当里新四军活埋脱着。那么你阿姐介绍这样，怪这三姨来看看我呀？是这样的。三凤啊，我听两个听客老说话，说你家里向你开辟创出头个啥？谁是为是你呀？你开辟创出哪为是我呢？为是你分心嘛？创出头个呀？是这样的道理。不过凤春，那是。我定还嘛，仓促失错，你给他这个生意嘛还太白点，那个面生意还嗨起来呀。三凤，不是我也批评你，这种想法不应该。你想想看，虽然你当过吆喝，但是别人讲听课出自同地，到你市场里碰上，你应该全力以赴。你年纪轻了呀，要认真实事，你这个样子。
难对都是挺靠。来说的，讲得也好啊。向凤春，你这趟到市口来实施，我既开心也担心。开心的是，总算可以带你办对子。虽然苏州才住了一个门堂之里，但是一年带队在了马队浪向实施，办队的机会很少。这趟你到市口来，虽然先生不许我随便下楼，但是我只要来了窗门前，看见这个书包里浪向那个名字，我也开心的。担心的是，你这趟到市口来，生意越是好，先生越是恨，我越是要担心呀。凤春，我是真心诚意将你留。你碰上子丁飞爷，你一定要来气。你应该记得，叫强龙来对齐头茶。哥哥，逢春不能提得丁飞爷们，搿个心点起来着。这年头，听两个听客了往事。搿个丁飞爷一年到夜到很多平房市场表面上碰上，暗地下当多先生热络得不得了。你家再红之也不在追呀，你自家十分危险，为满那个当中。三凤，凤春，丁飞爷，我搭理接近400万户数，你放心下在，不得理。但是你自家也当心点呀。对个，搿两句闲话不是不得理，因为我从前有个私家，随时把了先生这讲推着火炕。有个好兵军军官看中你，先生就买着你私家的名义，小心拨了个军部，心老像是第一美女。但后来，军官带着书生，一拿你私家倒追的辰光，那么事体惨败。先生是举了地浪向，也是个哭，也是求。你私家心上恶呀，谁跟着这个军官追着？但是现在为有负阴性，所以我辣浪怕。假使有一天，有人肯吃头痛地拿我骂脱，先生肯定会答应的。凤春，三凤，搿2年我辣浪发寒热。哎呀，
你想呢？一日天2副上子，结束只为要被丁飞爷吃药费。搿种好3年帮3年的日脚，啥辰光是个头哦？哥哥们，凤春听我搿2句闲话，心里想难过得不得了。这里的小凤啊小凤，我何尝不晓得那个刺激？一群想帮呢，别过我这别过是个小事，无财无势，有啥个能力还帮那个忙？所以一群暗叫努力，哈哈叫一时好事，而有啥预测就是将来成为相当之后，那么帮那小凤个忙，特里首先长个娘的。但是现在，我只好安慰那2声。小凤，我是小凤。地位儿风息，也帮助你风啊狗上去行。我们漂泊江河，一手在彩风索路水啊。无奈之中千般苦，故云10年磨一剑，到那时苦心改来。小凤啊，你们莫灰心，一支箭谁把玉玉撇不比，发奋用功播送大将来神明神人家，否遗憾我爱与你比翼双飞博弈心。小凤，现在定眼睛，你这个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认真适合诗啊！小凤不里讲得了面孔浪向微微结一红，不好意思的。儿子，闲话草先开。凤春，小凤，你准备得烧上火去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
家两兄弟小吃一张明信片不能够？哦，问我给他情况呢哈，那么我去打的违章明信片呀？那明信片哪给打？你看看呢？打，在打手里。因为谢凤打了余家两笔接触些，手嘴在是了一个门档子里嘛。现在的明信片上向一口，家两兄，我已经带着逃避，生意很好，市口的听众非常热情，还非常帮忙。就在无意当中，对抬起来的门口，一个，这可就是医生厉害的门口呀！不要唔说，搿张明信片不是不离口见，一接，拿张明信片往正开片室里向一塞，先生，你一声先生，逢春一眼，晓不得？邵先生会走来啥？对不走来一口没，实头是你喝了盆根水，要进来起身来。阿叔，你走啥？搿不是首先张南会走呢？因为你跟着丁飞一导致小王两家头吃药回去，搿个小王不肯去蹲辣屋里向，所以急得不得了。不心思蹲辣外头吃饭，提早回走来。进书上问下头个金根，小凤阿拉拉摔了床头，定睛一半。别个大里说，对个李凤春带了浪床头刚刚过来。哦，邵先生听见李凤春辣床头嘛，搿个呼了浪丢起来。小那个出了，昨日子不来猜一猜，小凤混不辣身浪向，带浪开篇唱错脱。两三英雄大人娘介绍。今朝你再来一首诗，那这个小凤翻唱，一条风流火上的，清水清江，踏上舞梯，老门跟随口到现在不？这个就是小凤，这张明信片往正开篇室里一夹，一定是手势大心，好啊，大心忘给。凤川。阿叔，你说啥？听说小姨大概到底来到来唱开篇是吧？哎，是呀，你是来忙忙我。顺大便呢，我叫你唱唱开篇兜里兜里。蛮好吧？谁嘛小姨过来唱开篇？如果生意再不来这个说法，不要紧的呀。我呢，阿只要一旦海大概到底来。非这么难敌得过我首先长呢？搿种闲话，哎呀，丢走啊！不心思打来说，要想追，哎呀，一张明信片，为了小凤给打的，对小凤忙忙，哪么难弄法呢？今年是非要紧，害得先生每一天气着爱，明早我一早就当你寄出去，放心孩子。什么？心里认为。那么你去说来，外头上首先张么为主带过汽油市场，等到那一嘴首先上气呀！小凤，先生，你看看小王，有空就得了个张皮布，蛋糕上离场，你呢也会不去吃，得来子丁飞飞起说你，搿么你得了该到底好好叫自家练练功呢？大家个三句黑柔三花精，下下去，到小王哥哥高山打打诗啊，站在窑里向再说错了唱错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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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雨松嘛，不要唔少，不知搿张明信片也不先生口酒啊，不要紧。先生刚刚上来的辰光，只许其逢春分看见搿张明信片的。所以小凤装作十无其事的样子，带下头去打小王拜师。那么难话比，分口诀，老早口诀的人，等到那一嘴，那么要经过来开篇时掀开搿张明信片，打拿到手里。家两兄，我已经得讨无比，该打的个人势很好。我三个方清见姑娘，首先上一副十里枪。我晓得出来去吧，难不成三方钱？
我xử理姑娘啊，看得耳目一样的。这趟听课非常热情，相当支持。我非得要中满吧，而且整齐2把不。哎呦，看得搿搭有点激个呀！啥叫2把半？这个是14个行话，1把为12天，2把半21天。我该到底只做21天，搿么来做21天比我最得爱。实干个那个3句外头非说个，说起来个陈先生。在让市口码头上撇不我了，傻个了，大钟头里一说是我几乎太太了海，哈，谁里个出了？脑子个上明星片们怒气冲冲，准备去码头个小缝梁上，刚刚到湖梯口，没，这个小姑娘闻不了身浪向，说你开篇要唱错的。今朝如果再把我一麻油了，搿台浪思维说得里些了，一影响我生意个呀。没办法，难做自个去，回到自家房间里向，明星片往台浪一躲，山里个出来，没好啊！吃子难食饭，心想不比人啊，得碰上点少了海。李凤春唱子个好，得来之陈先生，你自家会不晓得。等到你回到自家汽油市场之后。为啥善意？那个在开篇当个外班说，今朝夜里向人好好去认真等待献议。自家人在房间里关紧房门，心人心平平气，拿夜里个书没字一边。辰光差不多，一开上闸，哎，这可就市场外头听课，浪进来，哎呦，不样不少，不知今朝。有多少听课啊？不晓得李凤春啊，那非一急。该到底不个首长听课，不个西人们手里叫西法无穷，有道理。外头他来去收入，很多的来听课来，说你是画笔。哎，该到底个李凤春30年纪轻，刚刚出头，搿2、3、4岁都没啥子不错，食血代偿样样齐个着，嘿嘿。口水昨日分来，不但是讲一岁数了，搿点来听课，今朝要来听听课，那李凤春的诗意。那么为两听课呢，听见外头浪手势，说该到底昨日子不了日本人，拿个14先生当了新四军活马特子，今朝那我出来的呢，不大奇怪，所以大家侪来看一看。所以辰光差不多，该到底个听课，今朝要上得。100多，不得了了！从前码头市场，像市口搿种地方，比较相当名家，那么的该到底3吃8吃2把，不得了个事体，100多蛮好在。现在辰光差不多，这口就门口的呱呱呱呱呱，来自4个人，为首位的一个人。身材高挑，头浪向黑颜色的铜盆帽，身浪向黑皮鞋的西装，一条黑裤子，一双黑皮鞋，头发梳得酒光的滑，啥人？第二我丁飞有，你来啥题？今朝你来寻后事。这女的那个李凤春当我来抢美人啊！今朝不来排队车队，弄得不好，谁抢那个场子？后头今朝大致3个，谁副长才是军务，肩胛浪向背着个长枪，自家的大进汽油市场，给他这个老板一口盯上来着啊！哎呀，这你的平常你讲，你专门的带个平房市场通上的呀，今朝呢打开到不够台面，小李相人搭上谁来？哎呀，丁生，今朝上午不弄的使得来个，来，请。请到里向，到达第一只上牛台浪向，边浪身体15定，拍子45坐。等于我身体15定之后，在边浪向个来听课，在浪打招呼，大家侪认得，一口没。哎，老虎在浪向一直指头，有什么？搿个是听课第一开篇小的浪个。
那么的一时去拿子一张纸笔一支笔，过来写自己的字，手不了改到底。晨光一到，李凤春登台献艺。今朝李凤春登到台浪向，虽然是单打，但是边浪向多置一只刻板，说起献艺一家唱开篇。坐到台浪一口没，一头姿态，拿到手里，请来一头李恩天，请来一张灯下秋千，翻到最后一张，上头的字蛮多。李凤春花团多得小气，大概到献艺，各种开篇有少听的，来张流行歌曲。声音也唱得嗲哩哩，下头个落款叫四口丁。哎呀，丁飞有啊！那么的注意着，看到第一只上牛台边浪坐下4个人，为首为头一个浑身没人赤黑西装笔挺，丁一我。哎呀，你哪位来个家？阿位欠我啥子噶？再想翻起锅里。我今在中国认真适合诗在了，8岁一公。各位来听看，谢谢大家今朝来捧我场。今朝呢，我关在你岸上头献艺来为大家歌唱一只开篇。但不是流行歌曲，我不会唱。唱啥么子呢？因为该到的地区他屋边浪向。所以我自家写是一只开篇，关在献艺用写曲里关来唱给大家听。现在请听《他屋风光》。边浪向丁飞一听说么子？哦，谁在讲几句马马虎虎收收的？我第一个流行歌曲呢，对个兵方式个陈先生不是我海外，我点的开篇里背唱，不会唱，关着学生子胡子了，马上唱给我听，实个么有面子呀？那个现在高子的大了海吧？流行歌曲不会唱一句闲话打房子。有点服务性质，手里向还有半根香烟，望准地浪向，啪一剁。今朝到的来3个警察，内当中一个黄胖警察，因为昨日腰里向肚痛的，现在老打瞌冲。其他2个警察一看，哎哟，今朝你个丁帅搿张面孔不大活络，一想发嘎，发不吃。哪是不晓得哪不里都想出来的，身边摸出来2只尖笔，对李凤春忙忙面喊：“你唱呢？你唱么我来吃，我看你也唱得力气。”李凤春一分晓得，实时是在哪里去一场片子上，打，高上拿到手里，当啷当当啷当铃当当，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当铃当铃当当当当当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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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市场里向小一个路子，有西夸在实干会唱得里去，不像是像对谁这种不的。李凤春一口嘛，哎呀，今朝实对，都来欠我上子。一想我里都听得高头去，出去，闲话到喉咙口，咕滴都抑制下去。3凤当个刚干，
逢春啊，难起，江龙难断地段茶。搿么既然这个样子，我就偏执翻场子吧。说是，啪，椅子台上一放，继续说下去。搿么今朝逢春是啥个时呢？三些白龙相会，说得前吃儿送堂，当不好吹响两高头棒队，两高头棒子队之后呀，台前11个当口老中国得了往过来，当不好一下呢，那么也就忙准备了上房间里，溜进去着，吹响又是搿只饭盘往正台底下一放门，回走望听。等到了中国一岁走过之后，我再观察墙角半边有得黑白花黄四只狗，那当中只黑狗呢，势力都当中个头，叫狗头军师。3只狗才听你闲话，而且今朝有一只黄狗呀，前吃了浪打开冲，那么不黑。少天们，我不再观察，今朝盯着我打得来3个警察当中，那当中一个前吃了浪困觉，而且真黑姓王，边浪个警察才听不下去着。对你忙忙出那个来，那困得啥个地啊？不人讲了往磨内呀，讲那狗呀，去该打的忙这里一眼眼里拼命的浪说，阿王醒醒，阿王，本都是干说了浪。王胖警察的心着，我观察搿些辰光，搿只黄狗得慢慢吃，辣浪心走来着。啥么子啊？辣浪摸我狗呀？没哈，我得也听听看，你立下来讲的啥？冯春一点都不晓得，你为了让说下去的呀。我观察搿个4只狗，闻着饭香么过来准备吃头一顿。那当中搿只白狗，啪，眼子一块骨头么往准边浪一起，搿只黑狗口见之后，啥么子啊？今朝我头上分吃，拿出了我前头呀，一经扑上来，拿里一根骨头，啪，呛到嘴里向，那么不来。平常你讲搿个3只狗了，在口见里黑个，今朝拿脱起某人子，搿个3只狗立了起来嘛，去上里个枪，那么搿只黑狗呢，吃不三子。骨头一松嘛，往正边浪，带追着。李凤春啊，那么难唱红噻？啥天么？我观察搿个丁一我，你顶狠，随时把人家讲狗，一出来你自家说狗。二人之间，因为你做翻译，把人家背后头才叫你狗翻译。而且今朝身浪向扎子一脱，没黑个西装，那黑狗上黑狗都没你哎呀吼过来，拿起台上个把茶壶往正地浪向，啪！那当中一个警察已经立起身来，喂，你啷讲的啥？哎呀，那么是否下去着？听卡他身上擦响么子呀？李凤春才停下来，警察先生。啥道理啊？我今朝说的是3些。白龙相会。与搿位师家？搿是预告，你都不听师傅晓得，不相信你都没来听他孩子。是个，加班侬得来看看。叫本师傅我分到了身浪喂。分到？哼，我该说呢。啊？谁说与搿位师？你也不许讲。咦，搿个啥个道理呀？你也晓得，你顶山做狗的。我讲今朝身浪向一身西装黑颜色的，你也看见。但寓意黑狗上黑狗斗，你也是看见这个顶娘子黑狗的。气话没老的，对你妈妈出那个来，你摸得比你细结棍呢啊！那么个顶用我脑髓神怒，拿起台浪向第2把茶壶，往正台浪倒上去。侬只比赛台浪向讲点啥么子瞎三胡啥？侬打我下来，一只茶壶砰倒上去嘛！李凤春两球翻茶，搿把椅子拿起来，砰一躺，吃不着里吃。
前抢些辰光，搿只茶壶里缸浪向漏，噗，回转去望准丁飞的额高头浪向，哐！搿个一记真家伙，眼睛门里没能出黑，哎呦呦呦呦呦！侬只比赛，侬只比赛，好个好个，侬辣辣市口，侬跑勿脱了。虽一回门，打死3个警察，回到外头斗平房市场寿先生的房间里向，手定身体，如怒为善。气死了，我气死了，我气死了！寿先生一口嘛，哎呀，今朝谁知起来哇？一劲拍马屁，丁叔啊！反关好，反关好！还有啥个事体啊？啊！邵先生，我讲不侬听，敌人上敌人短，对过搿只比赛，居然台浪向韩叔叔用蒙我3门脚杀，我勿答应回击，我勿答应回击个。哦，邵先生一听没惊着我机会来着，要将搿张明信片拿到手里向，丁叔，你反关好，你反关好，哎。搿个写出来叫目无征战，你看明信片浪向，侬我讲得像啥不是？你看看看，你看看看，哦，当明信片拿过来，对上头一口，贾亮兄，不认得个，该到市口人势很黑，我在过山房请见姑娘，邵先生一副势利腔，搿个你多两高头事体，搭我不搭讲。看得二模样，我非但中谋霸，而且真气两棒不把上头是理，理上头是刑。哎呀，邵先生，对过心里个朋友是大兵啊！搿个嘛，邵先生一听晓得拿弄错脱子。你讲个牌是部队里向编制，牌里营头。我讲个牌啥么子？实施当中的行话，一牌为11天呀！哎呀，大律师，少天们，为这个写出来，全部过了，今朝让你吃点苦头，所以对你谢谢，对点点不想。定义我聪明人呀，一看搿种样子有什么？当中嘛，里向有社会里曲，看上去搿个罢了，是侬读实施当中的行话。别个今朝我就硬装虎头兵吃老呢，蛮好。一个牌是几十个人，2排半对过前吃100多个人。哎哟，兄弟们，啥子啊？新四军老空我寻着了。哦，不是个地方，对过7月市场。真的？心里的朋友侪是新四军啊！哦，马上跟我过去。晓拿得。伊做起来。哎，医生嘛。那么到底哪？请听我一回。